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迄天，我呢对阮家楼骹爬起来到楼顶，我足着惊，嘛足烦恼。甲阮某讲某呀，咱楼骹吼大楼门口来一阵生鲜面的啦。这句生鲜面呢，社会加减无人咧应用，安怎样解说？国情今日要来招你探讨。台湾话毋哪有迄个4字的成语，我哪有迄个3字斗一句词的？今日头一句来讲生鲜面，啥做生鲜面呢？煞毋知影讲吼，就是一看就知影，毋是鲜类啦，就是佚佗底啦，就是江湖有咧搬的啦，就是来到遮吼，可能吼倒啊断了吼，要共拗慢的，咱讲做生鲜面。啊，论真讲啦，现代社会咱咧讲话有当着啊吼，一句话3到6针会去共人插掉。啊，毋过老爸晓想一句生鲜面，嘛是真艺术佮真技巧呢。因为面人是肉做的，要安怎生鲜？毋过若这两句生鲜形容词讲落，你就知影讲，迄面相无介好看啦，毋是金骨的啦，是已经吼风吹日晒，铁啊已经晒甲生鲜面相歹看的就对啊。啊，当然啦，讲到遮来。我毋若讲，干那讲因生鲜面尔，我阁补充解说。我甲阮某讲迄规定吼，拢安尼吼，铁骨生，意思就是讲汉草真好，意思讲拢武叫的，要来输赢，要来车拼。咱知影，铁骨就是当今铁骨，啊若生呢，生淡只解说就是生张，就是外观。意思讲，这规定看起来拢有练的啦。结果讲来到遮，阮某煞安尼笑出来。某的你咧笑啥？伊毋若笑啦，佫将啊口舌啦。伊讲吼，翁的啊，你毋通安尼歹仔人看到兄弟就紧张，你拢毋知影生死门伫咧倒。生死门就是啥？生死门就是代志的关键，输赢伫咧倒。生死决定上较要紧伫咧倒。我讲啊，无你是知影生死门伫咧倒，我才甲我讲吼，迄毋是啥物生鲜面呢？迄今仔日吼，人专工规定人拖来遮咧拍戏咧录影。咧做电视剧啦，迄拢假啦，恰凉恰红哦，迄拢化妆画出来，所以红晒啊，你拢毋知影代志的生死门伫咧对，你会闹气啦。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台语咧讲3字的生死门，就是讲代志的关键伫咧遐啦。